練 yoga，我信 Yoda 大師。各位早晨，嚟到巴黎旅居第2日，先食個旅館提供嘅香蕉 pancake， 再俾大家睇一睇旅館外表航拍嘅角度，背山望舊樓群，景觀開揚。不過可惜佢太受歡迎，得4間房，今日已經 full booking 啦，所以我要轉住去親戚嘅旅館1日，聽日先再搬返嚟。嚟到烏布最緊要係體驗一下瑜伽課程 ，call 咗高 Jack 嘅的士電單車。去瑜伽館8分鐘路程，5蚊都唔使。原本有諗過自己租車揸嘅，不過市中心路況真係比較複雜，所以都係算啦。我哋嚟到 The Yoga Barn， 網上稱之為巴黎嘅網紅瑜伽店，評價亦都褒貶不一。不變嘅就係佢嘅受歡迎同埋知名度。既然咁出名，所以我嘅瑜伽體驗第1間就揀呢一間啦。揀咗去朝早11點鐘嘅初學者課程，喺呢度上堂並唔需要網上預約。只需要按住課程表嘅時間，提早半個鐘左右到就得啦。課堂上禁止使用電子零件同埋拍片嘅。咁等我口述一下初學者體驗啦。導師基本主要教授一啲簡單嘅拉伸同埋呼吸動作，佢會不斷強調要我哋 explore、feeling 同埋 motivate 自己同埋身體。佢相對會強調我哋嘅感覺同埋體驗，對於我哋嘅動作角度就唔會太高嘅要求。上完堂喺大梳化休息一陣，放空自己，然後等食午餐。時日午餐係湯麵，有雞肉同埋香菇嘅配搭，都幾健康。食完飯，下晝嘅行程就係嚟到烏布皇宮參觀。喺19世紀初曾經係烏布皇宮官邸，而家呢就係重要嘅文化地標，以其精湛嘅印度教建築、細膩嘅雕刻同埋金箔裝飾聞名。夜晚亦都有傳統嘅舞蹈表演，揾一晚都會安排時間過嚟睇雷共舞。